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4月初7是言论自由日，这天是安怎来的？已经民主化的台湾是安怎还需要这天来纪念？这个纪念日跟台湾是什么关系？我今日来讲言论自由日。伫中华民国的宪法第11条就规定，人民有言论、讲学、著作甲出版的自由。毋过伫戒严时期有种种的法令，尤其是刑法100条，互袂少人因为写文章、讲话，甚至翻译，也是干那写字，就互人判刑。伫白色恐怖的时期开始上出名的就是雷震案。伊甲自由派的人发行一本杂志，号做自由中国。拄开始这本杂志嘛有国民党的支持，因为因需要一本替因家己宣传的杂志，互美国愿意来支援因的政府。毋过这阵自由派的学者办杂志，嘛毋是要替国民党来宣传，因是要宣传自由甲民主的理念，所以因检讨台湾当时的政治，批评国民党政府，反对学生着读三民主义，因讲救国团是违法的，因嘛检讨国民党的党产甲选举的资金。这阵为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甲国民党分开以后，就甲台湾本土精英像郭国基也是李万基合作，因组一个中国民主党来参加选举。后来雷震甲自由中国的编辑博正拢互人判刑，这是台湾失去一摆无工作群做伙对抗国民党的机会。伫迄个年代，若是写作、出版文章，也是印册、出册，才会互人掠去关。讲毋对话，黑白写字，嘛会互关。有一个教官，有一摆就甲别人咧讨论的时阵讲，中国的社会未来若毋是行三民主义的路线，就会行共产主义的路线。伊嘛无讲伊支持共产党，这句话即马听起来无批评，嘛真合理。因为伫迄个年代，大家拢相信讲会当统一，若统一毋是三民主义，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。毋过因为伊讲这句话，互人关3冬。也嘛有一个军官伫卫武营区内底的便所写蒋介石是独裁，应该拍互倒，结果嘛是互人判刑3冬6个月。为过去的资料来看，若这个军人讲毋对黑白写，会互人关。学生佫愈熬黑白写。一个才19岁的高中生，伊看到一台脚踏车挂的房顶头写反共大陆，伊就想讲，这块房变过来，伫后壁就写讲解放台湾。结果这个学生互人判4冬。1975年，台南一中的一个英文老师，因为上课的时阵拢会讲一寡无应该讲的话，学生走去通报，调查局就来找伊。伊互人记录的无适当的发言，包括有讲过政府推行国语运动，我感觉总统应该第一个先学。伊嘛批评政府官员讲，因遮侪人拢摕美国护照，钱拢寄伫美国银行。伊嘛捌讲，教官是中国才有的物件，恁学生一天到晚拢穿军服，咧发号令，咧准备反攻大陆。佮讲中华民族是爱和平的民族，这拢是咧骗人的。伊讲这个话，若是今仔日讲，无人会感觉有问题。毋过这个英语老师，伊生毋着时代，伫迄时阵，台湾人袂当照实讲话，嘛袂当按照家己的意思来讲话。伫1970年代，嘛发生过因为翻译，就互人掠去关。作家博洋，伊伫《中华日报》咧翻译美国的漫画《大力水手》，内底有一篇是大力水手因爸仔囝2个人走去一个物产真丰富的小岛顶头，
因爸仔囝两个人就开始相争要去选总统。伫即个小岛顶头搁做政见发表会，政府看到即篇放假，甲当作是咧起笑迄当阵的政权，结果博洋互人关9冬才搁放出来。1970年代嘛发生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即个事件，迄当阵伫政治大学读册的谢聪敏，因为参加一个计划去熟悉伫台大咧教册的彭明敏。有一天，谢聪敏甲伊写一篇文章，摕互彭明敏看。这篇原来有5万字的文章，主要是咧讲蒋介石统治台湾并无正当性，反攻大陆是搁较无可能的代志，伊只是摕来要控制台湾人的一个借口。彭明敏看了真欢喜，只是感觉这篇文章伤过长，所以才搁去找谢聪敏的另外一个朋友魏廷朝来斗解。因3个人想要伫中秋节迄天，甲这篇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印出来分。有可能迄当阵读有汉字的人无侪，所以因就甲印刷店的头家讲，这是一份要赶紧印好好的考卷，暗时就要来摕。结果有一个学生看到内底写蒋介石这3字，就想讲应该这份物件是有问题，就走去警察局通报。所以隔天因3个人就互抓去，因为彭明敏伫国际上有真侪合作的学者，外国嘛熟悉真侪人，所以美国人就来支援伊。国民党政府看办势，就替因减刑，特赦彭明敏改做软禁，另外2个学生关的时间嘛减一半。这所有的人因互人判刑的罪名是啥物？就是迄当阵刑法第100条。就是内乱罪，这个规定就算是干言论主张，也是文字发表，无发生任何暴力，无造成威胁，拢算是内乱。伫白色恐怖时阵，犯着刑法第100条内乱罪的言论叛乱，这个案件是足侪，而且这个罪行一直到改严以后，拢还阁伫的。言论自由日是安怎定伫4月初7？4月初7是1989年郑南榕自焚的日子。郑南榕的自焚是因为伊要求台湾人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言论自由。郑南榕伫1984年创办自由时代，对迄时的政治批评真济。后来，伊为着要支援互人判刑的柯祖德甲蔡有全，伊发起台湾新国家和平改造运动。这2个人，因是因为内乱罪互人抓去，因为伫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的时阵，一个是提案甲台湾独立写入去组织的章程内底。另外一个是伫公开的演讲的时，主张台湾的独立。为着要支援这2个互人抓去的人，郑南榕甲黄华、林英成、杨金海甲真济其他的人，因就发起新国家运动，去环岛41天世界演讲。这个运动的目的，一个是要求民众认同甲关心台湾，维护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的地位。第2个是请民众就要要求政府改造国家体制。第3要独立建国。第4要完成一个新的台湾，建立新国号、新的宪法、新的体制、新的国会、新的政府、新的文化、新的社会甲新的环境。郑南榕伫真济演讲拢捌讲过，我是郑南榕，我是一个外省囡仔，我主张台湾独立。这个运动过一个月，郑南榕伫自由时代伊的杂志看柯世凯写的《台湾共和国新宪法草案》，因为有这的行为甲有未少前科，国安局就指示要办郑南榕。郑南榕嘛是因为叛乱罪去收到传票，伊就请人去伊的办公室做铁门、铁窗、铁网甲家己关伫办公室内底，佮传好汽油甲赖达。
伊讲国民党无法度掠着我，敢若会当掠着我的尸体。71天以后，政府要入去掠伊的时阵，伊就家己点火自杀了。郑南榕出殡迄天，有45000人去送伊。这阵人要越入去总统府头前迄条路的时，拄着警察甲因挡起来，民众足生气，警察嘛出动喷水车，刷落来，大家看到现场有人摕一本圣经，规个人拢烧起来。迄个人就是詹益华，伊伫自由时代杂志咧上班，参加过足侪反对运动。伊知影要送郑南榕迄天会拄着警察会甲因挡起来，所以伊就先准备好，伫现场自焚过身。这两个事件对后来台湾民主化的影响足大的。郑南榕自焚的新闻，互真侪人觉醒。后来佫过2冬，1991年调查局的人无通知学校，就入去清华大学的宿舍，甲一个读历史的学生仔掠走，因为伊咧研究台湾史，伊去访问过书明。迄时除了伊，佫有另外3个人伫别个所在，拢无啥物关系的人，互人做伙掠走。政府的讲法是，因4个人拢受到台独分子书明的影响，加入独立台湾会。迄天，清华大学的学生仔就来到台北调查处抗议。真侪人后来去自由广场静坐抗议的时阵，煞拄着警察举锤仔甲因讲。所以刷落来，台湾各大学的学生仔罢课，足侪人去到台北车站的大厅静坐6天5暝。立法院才修改这个刑法100条，甲无威胁性、无暴力的言行，无搁当作叛乱来处理。是安怎民主化以后的台湾，也搁需要言论自由日？即马无论是国际人权组织的调查，无国界记者组织，也是其他世界的组织调查，拢表示台湾的民主甲新闻自由的指数拢排伫足头前的。伫亚洲若是排第1，就是第2。已经遮尔进步的台湾，是安怎也搁需要言论自由日？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成果要有是真无简单，伫即天就要去纪念进前遮个人的拍拼。毋过摕即天来纪念，是要互大家知影，言论自由毋是有以后就拢继续会伫地。若是按照遮个国际调查来看，台湾甲前几冬比无较好，伊的新闻自由是咧变歹。今日的言论自由已经毋那是受到国家政府的控制，伫台湾也是伫别位在地个人的言论，嘛受到别个国家甲国际局势、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。前几冬，周子瑜因为伫国外举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就互人要求爱道歉。要表达家己认同是台湾人，这个演员也是歌星，因拢会受到真侪批评。若讲言论自由是要保障个人自我表达的需要，台湾人表达家己的国家认同，这个言论到呾也是无完全的自由。4月初7这天的纪念，嘛是为着要互大家搁较清楚知影讲。就算即马伫线顶写字留话真方便，传信息的速度嘛真紧。毋过毋是啥物话拢会使讲，会使写，会使传。啥物款的言论无受到宪法的保障？若是这个言论是用来煽动不法的行为，也是若会引起暴力反应的起哄言论，也是诽谤性的言论，也是为着商业目的欺骗的言论，这拢会受到处罚。这款无适当的行为反倒来会威胁到台湾的言论自由。就像讲，若有人借言论自由的名去发假的信息，伤害别人的名誉，甚至想要影响民众投票，这款言论就毋是宪法真正要保障的内容。言论自由的纪念日，伊本身嘛受到政治的影响。为2012年台南市开始以后，有袂少县市嘛来纪念这天。
2016年行政院就甲定做国家纪念日。毋过袂少所在嘛因为政党轮替，像宜兰国民党上台了，即天就取消啊。言论自由是过去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足重要的一项人权。伫民主化以后，言论自由也是一个值得重视讨论的议题。一方面，这所有无负责任的诽谤也是假消息，是要安怎来管制？另外一方面，民众对政府的监督要安怎继续有保障？伫国内政治对立的这个环境，伫国际中国打压的环境，个人国家认同甲政治立场要安怎受到保障？这拢是即天值得大家做伙来思考的问题。言论自由日毋那是要摕来纪念过去，嘛是要用来保护咱到搭已经有的成就，已经有的人权，佫是着爱摕来思考台湾的未来。为今日起，台南文创园区有一个音乐会，因嘛有展览的纪念活动，伫国家人权博物馆嘛有。大家若对台湾追求言论自由的历史有兴趣，拢会使去参加。今日的节目是甲饼厂合作，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看法甲想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，也是甲我讲，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伫平台留5粒星，也是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 ECPay 的连结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